日用天糧，甲年12月25日耶穌聖誕節子夜感恩祭。依撒意亞先知書第9章1至6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浩光，那寄居於漆黑之地的人，已有光輝照射在他們身上。你加強了他們的快樂，增加了他們的喜悅。他們在你面前歡樂，有如人收割時的歡樂，又如分裝時的愉快，因為你截斷了他們所負的重軛，和他們肩上的橫木，以及壓迫他們者的短棍，有如在米德揚那天一樣。因為戰士所穿發響的軍靴和染滿血跡的戰袍，都要被焚毀，作為火焰的燃料。因為有一嬰孩為我們誕生了，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們，他肩上擔負着王權，他的名字要稱為神奇的謀士，強有力的天主，永遠之父，和平之王。他的王權是偉大的，達味的御座和他王國的平安是無限的。他將以正義與公平鞏固與保持他的王國，從今時直到永遠。萬軍上主的熱誠必要完成這事。答唱詠，聖詠第96篇1至3節，11至13節。今天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默西亞。請眾齊向上主歌唱新歌，普世大地，請向上主謳歌，請向上主歌唱，讚美他的聖名，一日復一日，宣揚他的救恩。請在列邦中傳述他的光榮，請在萬民中宣揚他的奇功。願諸天歡樂，願大地踴躍，海洋及其中的一切要踴躍歡騰，原野及其中的一切都要舞蹈，森林中的一切樹木也各顯歡樂。請在上主面前歡樂，因為他已駕臨，統治大地乾坤。他要以正義審判普世，以他的忠信治理天下萬民。保祿宗徒致弟鐸書第2章11至14節。親愛的，天主拯救眾人的恩寵已經出現，教導我們棄絕不虔敬的生活和世俗的貪欲，而要有節制地、公正地、虔敬地在今世生活，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和我們偉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光榮的顯現。他為我們捨棄了自己，是為救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並洗淨我們，使我們能成為他的選民，叫我們熱心行善。路加福音第2章1至14節。那時凱撒奧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諭，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記。這是季黎諾作敘利亞總督時初次行的登記。於是眾人各去本城登記。若瑟因為是達味家族的人，也從加里肋亞納匝勒城上猶大名叫白冷的達味城去，好同自己已懷孕的聘妻瑪利亞去登記。他們在那裏的時候，瑪利亞分娩的日期滿了，便生了他的頭胎男兒，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裏，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在那地區，有些牧羊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有上主的一位天使站在他們身邊，上主的榮光照射着他們，他們便非常害怕。天使向他們說：不要害怕，看，
我給你們報告一個為全民族的大喜訊。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默西亞。這是給你們的記號，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嬰兒，裹着襁褓，躺在馬槽裏。忽然有一大隊天軍，同那天使一起，讚頌天主說：天主在天受光榮，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甲年12月25日，耶穌聖誕節子夜感恩祭，彌撒讀經分享。普世期待已久的救世主默西亞，是達味王族的後裔，竟寂寂無聞且卑微地在一個小鎮白冷誕生。羅馬帝國每14年做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其目的是為做稅收評估和精確地調查人口，好去徵兵。瑪利亞和若瑟都是達味的子孫，因此他們必須長途跋涉，走80英里的路回去原籍故鄉白冷。由於瑪利亞接近產期，對她來說必定是很辛苦的勞頓的行程，身體承受的折磨相當之大。更不幸的是，那時候白冷城人頭湧湧，以致瑪利亞和若瑟只能入住一個簡陋的在山邊的飼養動物的地方。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說，上主的行事的方式，不是人能與之相比。因而默西亞就是選擇了這卑賤和默默無名的地方降生。至尊無上的主紆尊降貴來到人間，是為了拯救卑微和受壓迫者。他沒有以威嚴隆重的帝王身份來到世上，反而以溫良和善且謙下的方式來臨，目的是向人展現出上主無限完美的慈愛的真面目。耶穌以為我們的罪孽所背負的十字架作為他的寶座。從耶穌謙下的誕生，更顯出上主所作出的是何等重大的犧牲。他為了愛我們而捨棄了他的獨生愛子的大愛，顯現在耶穌甘願戴上刺冠和死在十字架上救贖我們的事上。耶穌在白冷誕生，應驗了默西亞將出自達味並出生在達味城白冷的預言。而天使向牧人宣布救主降生的消息，而非猶太的皇帝和顯貴，因為上主要顯示他的愛是給那些謙卑和誠心接受他的心靈，讓我們如眾天使一起光榮上主和感謝他賜下愛子做我們的救贖者的這份厚禮。若望福音第1章告訴我們，聖言成了血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與天父和好。若望一書4章10節寫道：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他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做贖罪祭。3章5節說：你們也知道，那一位曾顯示出來，是為除免罪過，在他身上
並沒有罪過。聖言成血肉，是要我們知道及經驗到上主的愛。4章9節說，天主對我們的愛，在這事上已顯出來，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上來，好使我們藉着他得到生命。若望福音3章16節說，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聖言降生的奧蹟真是極大的諷刺。天主子取了人的血肉，而讓我們得以穿上他的神性。格林多後書8章9節說，因為你們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賜，他本是富有的，為了你們卻成了貧困的，好使你們因着他的貧困而成為富有的，不是會消逝的物質財富的富足，而是永生和在聖三內的喜樂的豐富。這就是神聖的交換。天父，你藉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降生人間，將你無限的光榮臨現人間，在我們慶祝耶穌基督的第一次來臨的時刻，求你賞賜我們，能遇上基督在世上獲得他圓滿的光榮時的喜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阿們。